开始啊，提醒大家把手机啊关机，也是调飞行模式，大家用准备心来敬拜。多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出日头的日子，光就代表耶稣基督，对吧？所以有一光有一光，就互咱显明上帝透过光看见伊的同在。你有互迄个日光照着无？你互迄个日光照着，你感觉安怎？哇，足温暖的，足舒服的，对无？所以你看哦，上帝透过大自然，拢在甲你讲，我的囝，我的查某囝，我甲你伫地。所以咱透过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事物，咱会当深深来感谢上帝，因为伊每一个时刻拢甲咱同在，因为无有一分，无有一秒是无空气的。所以咱存着迄个对上帝的敬畏。每一分每一秒，拢知影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伫这个世代，就是福音的世代，就是军队耶稣的世代。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咱今仔日咱拢准备好，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乐团、乐手，还佫有咱的舞者，佫在座的兄弟姊妹，咱来到伫遮就是咱的福气。哇！咱会当来到伫圣殿，就是咱的福气。因为这是上帝特别量互你，互你的脚步，互你的心，互你的头壳，互你的手，拢会当来到伫教会，这就是上大的福气。阿门。阿门。所以咱等下要开咱的嘴来讹了上帝，用咱的手拍扑啊来讹了上帝，用咱的脚跳舞来讹了上帝。我请问咱的上帝堪得咱讹了无？阿门。阿门。这时请咱起立。哈利路亚！咱为着要互咱家己会当真正专心伫圣神的带领，咱邀请圣神进入伫咱的内面，咱举起咱的双手，谦卑来领受。哈利路亚！咱同心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需要你。圣神，我需要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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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圣神，阮陪伴阮的心，因为你的带领，你的引带，因为你是保惠师，你就带阮来到伫基督的内面，伫上帝圣殿，这是一个圣洁的所在。阮要伫这大声呵乐。跳跳，因为主耶稣，你为着阮降生，嘛为着阮过活。阮的生命是这么宝贵，是这么价值。感谢主，你用你的信息来对待阮，互阮伫这个时，阮要请圣神你运行，运行，运行。对阮每一个人讲话，当阮吟诗的时，阮的心拍开，所有的重担拢放下。当阮吟诗的时，伊治就落来。感谢俄罗主，哈利路亚！这是咱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请来同心来。愿伫天立碑，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你来甲隔壁，你来甲伊讲，上帝时时刻刻甲你同在。上帝时时刻刻甲你同在。阿门。
兄弟姊妹，就是这个时阵，上帝就临到伫咱的中间，就是这个时阵，咱也要充满着平安甲喜乐，就是这个时阵，咱也要大声来喊话，来学来敬拜咱的上帝。阿门。咱做伙拍捧啊来敬拜。上帝敬算咱，上帝美万咱，带着主的灵，宣告远望的这世代，也上好因慈悲，强被顺服命令，阮对主脚步，将好因光明。哈利路亚，咱拢是受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拣选咱，上帝美万咱，带着主的灵，宣告远望的这世代，也上好因慈悲，强被顺服命令，阮对主脚步，将好因完美。咱将咱的歌声对一切敬拜而乐，给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在过去年日的中间，上帝恩典教育咱用，伊逐时刻也无离开咱。在未来的日子，耶和华会祝福满满，也在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中间。阿门。咱煞接要用这首诗歌继续来敬拜而乐咱的上帝。山中的美丽是。无欠亏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
每日相思真好去，雨地上花的假时，演出疼痛的根基。田中的白灵诗，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相思真好去，雨地上花的假时，演出疼痛的根基。也花就雨满满，亲像海边拖沙，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主看你的歌声，路路青松伊命永无散。田中的白灵诗，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相思真好去，雨地上花的假时，演出疼痛的根基。也花就雨满满，亲像海边拖沙，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主看你的歌声，路路青松伊命永无散。咱姊妹人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耶和华祝福满满的充满伫咱的中间，哈利路亚。我要举手敬拜，主看你的歌声，路路青松伊命永无散。咱这边来宣告。也花就雨满满，亲像海边拖沙，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主看你的歌声，路路青松伊命永无散。路路青松伊命永无散，路路青松伊命永无散。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学了称颂伊的名，永远无煞。阿门。阿门。主耶稣基督是咱一生的倚靠，是咱一生的仰望。咱的性命全然奉献给咱的主，恳求主施恩祝福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也伫咱的家庭，伫咱厝里每一个人，因为伊的恩典教育咱用。哈利路亚！咱大声要请乐团带咱来吟。那就是命，好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恩典，予我话通好使你的计算，不免怀疑。咱做伙来吟。那就是命，好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恩典，予我话通好使你的计算，不免怀疑。
就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予我袂通好在你，你的计算不免怀疑。我的生命献予你，过去世界团队你，我你的荣耀，尽我一生团队，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你落来跟对你。咱自由来敬拜。想使我属于你的意象，你孤独甘宁愿的思考，想使我偷走无生的力量，亲像野鸟遗失光中。想使我属于你的意象，你孤独甘宁愿的思考，想使我偷走无生的力量，亲像野鸟遗失光中。我的生命献予你，过去世界团队你，我你的荣耀，尽我一生团队，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你落来跟对你。咱会当讲耶稣，我爱你，我愿意喜乐来跟对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咱是特别宝贝的，咱每一个徛伫遮的，拢享受到天国所赐予咱的 VIP， 因为咱愿意来到伫主的面前，特别伫10条诫内面有讲。咱着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伫7天内面，上帝祝福的是安息日，所以上帝爱伊的百姓带着对伊的信客来到伫圣殿，兄弟姊妹做伙同心开声，然后学乐伊的名，互上帝的心感觉到满足，所以咱伫遮会唱歌学乐，咱的主伊是偌尼啊欢喜。当主伊的心满意足的时，伊就应允讲：“我的囝儿啊，伫你的身上，你所求的，我的确要应允。”所以这就是咱祈祷的一个关键。当咱要来为着咱明年，今仔日是咱2024年的最后一礼拜，感谢主，咱阁会当徛伫遮来礼拜。这就是上帝予咱的恩典，所以咱需要来感恩。咱为着咱今年行到呾，咱来感恩。甲上帝讲：主啊，多谢你，予我阁会当喘气，阁会当有金钱奉献，阁会当疼人，为着这来感谢。阿妹吗？咱举起咱的正手，为着咱所享受的，为着咱所拄到的坎坷，上帝阁带领咱经过。咱大声开嘴来，咱的主耶和华来感恩的祈祷，哈利路亚！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是阮伫你的面前，我要大声开嘴学乐你，
伫今年阮搁算小的时，阮虽然有经过身躯的软弱，嘛有经过最多的难处，总是主，但阮徛伫主你的面前，阮讲，主啊，阮担还搁活着，是因为上帝你留阮的活命，是因为你为了阮开恩典的路。主啊，我要感谢俄罗你，互阮众兄弟姊妹，因为伫上帝的内面，阮领受起了满满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依条你，哈利路亚！亲爱兄弟，咱要过来为着明年2025年，咱的教会要有新的意向，咱袂当原地踏步。咱的新的意向是要照着上帝，互咱的目标来向前行。所以，咱的教会意向。伫倒了，咱的教会意向伫上帝互咱的心意内面。上帝的心意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敬畏上帝，倚靠上帝，跟对伊。毋但咱家己得福气，厝里的人爱得福气。所以，咱明年进入伫一个家庭的年，互咱全家拢来归主，互咱全家拢会当伫礼拜日会当知影，这就是上帝的时。咱就爱倒来到伫教会来敬拜伊，阿们吗？阿们。这是上帝要兴旺咱的家庭，上是因为安尼兴旺复兴咱台湾这块土地。为着每年的意向，求上帝来祝福牧师，还有各有咱的干事的团队、咱的长老、咱的执事，以及咱的铁三角这些同工，大家拢非常尽心尽力在服侍主、服侍教会。服侍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咱这同工实在是非常的赞。咱用普话声来拍普话来感谢上帝，互咱有这同工。这个是咱要为着咱明年咱的意向，为着这同工，咱举起咱的这手，咱要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祈祷是大有快乐的，你的祈祷是满满恩典的。哈利路亚！你的祈祷要带来复兴，你的祈祷就是带来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勒主，哈利路亚！俄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俄勒主，主啊！阮要开嘴感谢，阮合嘴嘛要感谢，因为阮是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阮的性命是宝贵的，阮就是主你手中的宝贝。主，阮算小在这一年来，主可能伫阮的家庭有拄着困境，有拄着病痛，有入院，甚至有拄着经济的困难，有拄着这个债务，有拄着关系的破裂，有拄着惊吓的事，总是主啊，这的拢已经过去。因为当阮发生遐个代志的时，你就伫迄个中间，徛伫迄个时间点，你已经找天使保护阮，互阮即马无地到灭亡，是因为主你百般的恩惠。俄勒主啊，阮眼光教会是一个属于上帝的。主啊，阮伫明年新的一年，阮要宣告讲，主，阮要踏入伫你赏赐阮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能力、新的快乐的年。因为主，你听阮，你佮互阮会当遵照上帝你的真理，行伫圣经所教示的。因为阮知，这就是要互上帝你来满足欢喜。因为你讲，敬畏你的。敬畏你的，尊重你的，服侍你的，你就尊重伊，你也服侍伊。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会听到地极，因为你的信息到这个天，阮知上帝你会听是这么大。感谢俄勒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你用阮的生命来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世界跟对你，我你的营养，尽我一生愿归，
利路亚！来甲隔壁兄弟姊妹，你来甲伊讲，你要会记住，当你讲出这个话时，就带来困难，就要应验实现伫伊的身上。所以你要对伊讲的时阵，你爱有迄个信心，然后充满着迄个主爱来甲伊讲，你来甲伊讲，新的一年，你要有新的力量，新的意志。阿门，哈利路亚！有新的力量，新的一年有新的力量，新的意志伫咱的中间。咱将咱的娱乐用咱的普卡声归乎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兄弟姊妹，咱兄弟做伙来讲3摆哈利路亚，甲娱乐归伫耶和华来，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咱实在是充满少年活力的一群的兄弟姊妹，感谢主，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要来攻读圣经，经文记载伫加列太书第3章第26节到第29节，咱齐声来读，请。恁大家对神甲基督耶稣结连，正做上帝的囝儿。恁所有领受洗礼甲基督结连的人，已经信基督，有伊的活命。安尼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拢正做一体。恁既然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以上愿上帝话，正做咱随时的帮助。这时，咱要来邀请本堂主任牧师周牧师来正道。今仔日牧师的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自由。第6讲，信互人顺服。牧师请。大家平安。这吼，圣经在后边爱互较长呢，安尼我就准备较好势吼。感谢主，咱会当伫遮来敬拜服侍伊，是一个真喜乐的代志。咱每一届来到遮，咱拢爱深信，咱所备办的，就是要互上帝欢喜，嘛更较深信，咱的敬拜甲服侍。是对心灵真实发出的，咱的主一定欢喜甘纳，阿门。所以，咱真正是属于上帝所欢喜的囝儿。伫每一届的敬拜，咱拢在表达咱这款的心志，这是上帝所喜爱的。感谢伊吼，来，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今仔日是咱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明仔载后日，咱知影到拜3，咱就一个新的年，2025年的开始。所以会当讲，今仔日是咱的教会。对2024到2025的一个连接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时间点内面吼，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伫这个时间点内面，咱有缘将上好的来奉献互咱的上帝吼。好，牧师过来看一个今仔日最后个要来看吼，牧师甲潘牧师阮去马丁路德的路径吼，去到伫德国的所在，这就是阮一路行来的一个路径吼。真感谢主，咱看最后，阮就去到伫慕尼黑的这个所在，前摆牧师甲咱来分享迄个打好集中营，对无？听到心真八百的一个历史，总是我相信，既然有这个历史伫记载伫这个咱的中间。嘛是咧，甲咱提醒会当互咱做警戒，嘛互咱无论伫家庭、伫信仰、伫社会、伫国家，
咱拢爱用信仰、用祈祷来托住吼。你也看，阮整个去到德国的路径吼，去到即个所在就是慕尼黑的所在吼。其实到遮无有路德马丁的即个伊的脚业行到遮吼。毋过伫迄搭遐嘛有真特别的一个感受，阮去到伫奥林匹克的纪念公园内面吼。伫遐有关有一个历史的事件，等下牧师甲咱来分享。当然伫路即个德国的即个行程内面，上界悬的，就是去到伫汉堡的所在啦吼。为什么牧师搁要提即个呢？因为咱第二顿的时阵，咱的会友住伫汉堡的李宗翰吼，因他吼，对，因会转来到伫咱中间要来甲咱做伙礼拜。所以我调工搁一届来唤起互咱兄弟姊妹知影，咱的兄弟姊妹去到伫外国的每一个所在的，其实咱拢有继续甲因连结伫即个信内面，咱用信仰、用祈祷来托住因伫外口外国的生活，特别互因伫信仰会当坚固徛在生活，也是工作家庭，拢得到上帝的祝福吼。所以这是互咱会当去。做伙参与的，这就是阮去伫汉堡的时阵，毋知大家有印象无？即间圣尼古拉斯教堂已经有烧掉去，毋过迄个外面还佫存在，嘛是一个战争留落来的一个记号。伫汉堡会当讲因是一个港口，所以因用真侪温和伫即搭遮吼，所以牧师表示拢是温和，两边拢是窗口吼，足特别咯吼，这就是咱伫汉堡的咱的兄弟咱会当来甲因关心吼我相信这因大转来，我牧师嘛期待会当有因伫遐生活的一个美妙的见证，甲上帝的祝福。这就是伫咱兄弟姊妹彼此结连内面，咱会当相信的一件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无论咱家庭也是讲咱的生活、身躯、经济、工作等等，这逐项的即个层面，咱若有拄着挑战、困境的时阵，请咱会记住一定爱甲教会连结，因为咱的祈祷的快乐是大的，这就是咱的信仰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有一款深深的一个体会。好，阮就去到伫慕尼黑的奥林匹克的公园吼这个就是当然就是奥林匹克奥运的一个这个标志吼，伫迄搭遐后壁就是因的整个真大的一个运动场。这一个真水的塔，真悬、真远就看会到。这上顶当时1972年的时阵，奥林匹克伫德国伫迄搭遐来举行吼。1972年，恁敢知影有一个足特别的，甲咱教会有关系。1972年，迄年就是咱教会的开设的年份啦，吼，对。咱是1972年5月21开设永光教会，伫德国这个所在是1972年9月奥林匹克伫迄搭遮来举行吼，全世界所有的这选手教练拢集中伫遐。当然对德国来讲，迄是一个表达因的国家的丰盛的一个上介好的一个机会吼。毋过伫迄届有一个事件，咱家己叫做奥林匹克上届历史内面上届惨淡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是安怎呢？就是1972年9月初5，巴勒斯坦的激进派，有8个伏面的这枪手，入去到伫这个选手村内面，因特别选以色列的这个选手所以因甲迄个门拍开了入去，拄着两个以色列的一个选手，一个教练，现场就甲因拍死吼。然后其他的9个因怎啊掠咧，甲因绑架甲因掠咧。要求就是讲因爱以色列爱释放受关押的有200几个这个巴勒斯坦激进派的分子啦吼。这件代志咱知影，以色列因是真严硬的一个国家吼，领袖可能同意这件代志吼。
这德国呢，因就想尽办法，是讲啊，这款的吼，这无问题啦吼，这款叫阮一般的警察来处理就会使啊吼。所以因就派5个警察的狙击手吼，伫3个所在吼，来迄个要甲因枪杀就对吼。毋过吼，这个吼毋是特别训练过的吼，拍袂准，你知无？吼，你一个拍枪拍无着了，换着上惨，就是遮被绑架的遮以色列遮选手，规个拢受刀杀吼。所以伫迄个过程内面，11个即个以色列的选手甲教练全部拢死亡，佫有一个德国的警察嘛伫迄个中间受枪杀死去吼。所以这是一个伫奥林匹克的历史内面一个上界惨淡的一个历史吼。这件代志到偌久较完全来做一个结束呢？到伫2022年啦，吼，就是这件事件到伫50年了后，吼，较做一个完全的一个和解，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对德国当时因的处境的方式。足不满吼，这个受难者嘛用足大的这个表达因的意思吼，所以最后本来讲就是要爱互因1000万的欧元吼，最后到伫2022年9月迄个时阵，为着50年后的这个伫纪念这个追思的中间政府同意用2800万的欧元。来保障遮个受难者的家庭吼，这件代志到伫2年前较完成了吼，咱就会当知影讲，这件代志对以色列也是对全世界来讲，拢对这个恐怖分子有一个新的看见，吼所以迄个时阵开始，各国就开始拢有特经训练的这政报部队，还是讲遮的迄个特勤队。拢伫专门对付遮个足极端的即个暴乱的分子吼，这是伫世界历史内面，咱会当看见即件的代志，嘛是互人感觉真惨切的一件代志吼。其实伫迄个运动场的行过来吼，过一个桥，过着即个高速公路的桥了，就去到伫德国的 BMW 的博物馆吼，恁看。牧师入去甲伫遐，就看遮一台车嘛，足特别的吼。即台车我是感觉足特别啦。毋过潘牧师上爱是即只啦吼。伊讲哇，即个色地有够水的吼，这若伫路面底走吼，无人认袂出来吼。我就甲试看卖啊，对无吼？去到遐毋免甲试看卖嘛。有甲买转来无？有无？有无？一定爱甲买转来，对无吼？潘牧师爱就爱甲买转来吼。有啦，我有甲买一只吼，而且有德国的哦，这是正港有德国的哦，是即只啦吼。你看即只，有无？我若现场起来吼，恁看无，所以我用相片互恁看吼。迄是我的手吼。我要即只转来吼，做一个纪念。特别有德国的国旗吼。感觉讲对。德国真特别，因伫第2次世界大战算是战败国吼。毋过上帝互因为有信仰的基础，即个民族的合和，因真紧伫因的重工业就真紧来复回吼。而且有真侪个所在，我发现因真重历史文化，所以因伫恢复因遮受毁坏的城市的时阵，真侪拢是福岛战前。战第2次世界大战进前，因的原貌足特别的吼。咱看，若要升起较容易，还是要家恢复较容易？当然是升起较容易嘛吼，拍好条升起新的吼。这是真特别的一个民族吼，所以嘛看到上帝真祝福这个国家啦吼。好，这是纯欣赏哈，纯欣赏就无负担嘛，对无吼？我的相片到遮为止吼。这就互我想到阿伦细汉的时阵吼，伊足爱迄个模型火车，对无吼？去到百货公司，伊就久的就伫遐看，嘿。爸爸，我会甲试探者讲，爸爸买互你好无？吼，伊讲毋免啦，
看看就好啊。哦，有赞无？伊的愿望就是有看，就算伊的啊，就对了哈。看过就好啦。这是真特别哈。所以若是欣赏就无啥物负担嘛哈。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感谢主。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牧师也透过咱做伙过来思考马丁路德伊伫信仰内面的反省内面，伊所论说的基督徒的自由是啥物？伊讲信会当互人顺服，信会当带出顺服来，所以迄个信的内涵就变得真重要。牧师也透过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这中间，甲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吼。所以感谢主，咱等下咱伫第二堂咱有这新的中级要就任哦，新的铁三角嘛要来宣誓就透过安尼，通互咱知影，因是上帝所竞选的，嘛明白因承担上帝伫即个世界所计划福音的事工嘛相信因做伙甲咱教会参与伫即个救人的工作内面，这一切。咱拢知影，这拢是出自上帝的呼召吼。所以圣经就甲咱讲，人若想要得到这个监督的职分，就是行善好的事，行无好的事。这个话是通可信的。意思就是讲，咱伫教会，咱若真意爱，看到有啥物款的服侍，啥物款的服侍，咱真意爱想要参与。伊讲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当然伫保罗的时代，迄个监督会当讲，嘛会当翻译过一长老啦吼。当然当时拢以长老的服侍为主，伫教会内面，总是教会延伸到现在，即个监督会当讲，就是整个教会所有服侍的工作的一个总合，叫做监督啦。吼，任何的工作，咱做伙来做，咱通行即个。就叫做监督，哇！这是现在在使用的时阵会当来了解。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为什么咱这个当工要服侍进前，就爱经过这个就任使用呢？这就表示讲，咱真看重这个职分，因为这个职分是对上帝所呼召来。这个职分既然有上帝呼召，一定有伊的使命。既然有使命，上帝一定将能力、资源，互这个咱的同工，这是理所当然的。互咱的教会也透过安尼知影，咱是一个有制度的教会，咱是一个有目标的教会，咱也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来为着上帝的国度落实伫这个所在，咱做伙共同来拍拼。所以咱感谢主哦，咱是重信仰甲有规矩的教会，对无？阿们，咱甲隔壁讲，咱是重信仰，佮有规矩的教会来，佮有规矩的教会是，咱真重这个信仰，因为这个信仰，咱做伙组织伫遮，咱有规矩，就是照着上帝的教示咱做伙来合一。这就是会当展现教会的规律伫即个中间吼，所以牧师就要透过这经文，甲罗德马丁伊的即个使命的分享，咱做伙来思考即个议题吼。咱看保罗写加拉太书，是因为保罗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拢有到伫加拉太伫遐来设教会，来遐坚固教会。加拉太是即摆对呢，会当讲就是即摆的土耳其的北部的所在，即摆土耳其的北部的所在哦，这就是当时的地方名叫做加拉太的所在，所以保罗第一次一般来讲是对加拉太的南部遐过去，第二次嘛是差不多遐过，遐有几啊间的教会，因为加拉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哦，是真大的一个地方，毋是一间教会尔。总是保罗为什么会写加拉太书呢？是因为保罗发现，伫这加拉太的正教会中间，有一寡犹太人，因犹原坚持犹太的主义的想法，意思就是坚持旧约这个律例进入到伫教会了，用这个在甲人讲。
你若要真正做基督徒，你就爱受割礼，你就爱守这个清气的诫命。哇！总是保罗知影，这毋是，这若是佫讲这，就是要甲基督徒佫甲伊束缚起来，互因真做一个真正无自由的。因为凡事拢这个拢袂使，遐个袂使，逐项就变做讲守这个诫命比守敬拜上帝佫较重要。这就是因当时保罗看见的一个情形，所以伊就写批。所以伫即个加勒泰书内面，伊的写的批甲其他的批无啥共，所写的批是真严硬，也是讲真严苛的即个字句伫即个中间。毋过嘛，透过安尼会当来辨明哦，什么才是真的信仰，什么才是会当伫基督耶稣内面真做自由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咱感谢主，会当透过安尼来体会了解。所以伊甲咱讲，所以恁因为信基督耶稣就是上帝的囝，恁已经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拢安那，拢穿着基督，满上上帝基督，甲基督满起来，就亲像咱真正衫对无？披戴基督，意思就是讲安那，甲基督真正衫甲伊穿起来。本来咱可能会寒着无，大衣呐穿起来时阵，就是把咱的身躯包伫大衣内面，所以伊讲咱若已经属于基督的，就亲像甲基督，甲咱的将咱的身躯，甲咱抹条条一半样啦。所以这有一个真水的一个意思，伫即个中间，意思就是啥物？耶稣基督伊用宝血洗清咱的污秽，互咱会当清气以外，伊也将伊的恩典甲咱包围掉咧，用伊的疼甲咱抹掉咧，互咱有温暖，互咱有温度，互咱会当去经验伊时刻拢甲咱同在。这就是咱的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知影，若是安尼，保罗伫遮就真清楚讲讲咱每一个人。若是归伫基督内面的，就无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是属主的，还是做奴的、奴隶的，还或是男，或是女，因为恁拢伫基督耶稣内面，拢真做一了，真做一体了。哇！保罗遮真清楚，互咱了解，因为咱拢是同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洗清，真做一体。所以若安尼，咱无有任何的条件会当讲咱比别人较悬，比别人较牛无？因为咱拢毋是出自咱的行为来得到救赎的，完全是白白耶稣基督的救恩赏赐予咱的。所以若是伫安尼内面，咱就教会内面，咱就真清楚咱无有啥物啥物分阶级即个无分即个关系咯，无即个物件咯，所以一只会当互咱来了解，为什么咱伫教会内面，咱会当讲咱是就是兄弟姊妹。哇，即个兄弟姊妹嘛，这敢表露，咱拢是共属伫耶稣基督的，咱拢是共伫伊的救恩内面，真做一体。所以保罗伊甲咱讲，若是基督内面，恁着爱意念相同，疼心相同，有同一样的心思，以同一样的意念，互我的喜乐会当来满足。兄弟姊妹，所以咱感谢主，上帝保守咱永光教会，互咱的永光教会之所以会当展现咱有这样的喜乐的敬拜，会当看见真侪人乐意来服侍，是因为什么？因为咱伫主内面无分彼此，无分地位。拢毋是用地位彼此来得分什么人较牛，什么人较含慢，毋是。上帝照着互咱每一个无同款的恩赐，你若愿意贡献你的恩赐来服侍伊，来服侍教会，就会当成就满足上帝所喜爱教会的样式。意思就是讲，就是亲像圣经甲咱讲的。基督是咱的头，咱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所以咱每一个人用无同款的肢体来成做一个身躯，这就是
这得互咱搁较来了解。所以合一会当带出喜乐甲福庆，这是理所当然。这个家庭嘛是安尼，这个家庭若无合一的时阵，那太多会有迄个喜乐伫迄个中间。这个家庭若无合一的时阵，要安怎会当看着这个家庭会当福庆，真难哦。所以合一伫任何的团体，特别伫教会内面，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马丁路德伊伫论说这个信互人顺服内面，伊有安尼讲，所以心灵坚固无摇动，来信靠上帝应允，看伊是真实佮公义的，就这个无佮较悬即种的看法的，这就是敬拜上帝的一个上界水的一个极点哦。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深深来了解，伫咱的教会服侍内面，咱无分阶级，无分关系，总是咱伫教会内面，咱有缘有特殊，哦，伫每一个团体内面，拢爱有特殊，拢应该大家照着即个纪律特殊来行。搁有咱有缘就爱做伙来顺服伫真理的下面的官兵。哇！因为上帝互咱成做一个教会，就有即个官兵伫即个中间，咱就照真理来做，就会当合上帝所欢喜。所以安尼来讲，就是讲，毋是地位的问题，是性命的问题。咱看，咱伫家庭内面有老爸老母对无？囝儿媳妇对无？吼，若要讲分地位，哇，这老爸老母嘛会当高高在上对无？哦，囡仔出世就爱家己来，逐项拢爱家己来对无？无，虽然做爸母的咱嘛安那殷勤疼惜服侍咱的囡仔，真毋望伊成人，毋望伊会当学习真济的规矩。互伊的伦理道德观念，互伊的价值观拢是正确的。这是咱所努力的。所以咱是用生命在影响咱的囝儿媳妇，在影响咱的家庭，毋是用迄个官兵地位啦，毋是啦。所以这是足特别的一件代志。这就是伫教会内面，咱会当学习到，因为耶稣基督伊就是付出家己的性命，伊是用生命。用伊的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替赎咱，来救赎咱的。所以咱要安怎来回应？咱当然嘛是用咱的生命来回应，好来互上帝欢喜也彼此用生命彼此来建立无。所以伫教会内面，咱毋是酒肉朋友，对无？你们爱了解吗？牧师伫也咧英国教会，我嘛。足少讲，看长老啦，看执事啦，看啥物人约会出去食饭无哦？第一嘛无迄个时间，第二嘛感觉讲，无必要，因为伫咱的生活内面、服侍内面，咱拢会当伫信仰内面，会当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了解，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所以咱是用生命来彼此来建立。这才是上界珍贵的，阿门。迄个生命是啥物？是代表咱的信仰，代表咱的时间，代表咱的精神，代表咱的价值、咱的意念伫哪落？这拢是伫遮来彼此来建立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兄弟姊妹，毋是点头之交尔，咱应该用生命彼此来建立。这才是属上帝的教会，属上帝的肢体。咱应该有的，阿门。咱甲隔壁讲，咱用生命彼此来交陪来。对哦，咱是用生命彼此来交陪吼。搁过来，咱看，即段经文的大圣有安尼来描写加勒太书有讲，圣经既然有先看明，上帝爱叫外邦人因为信来称义，就早。将福音传予亚伯拉罕，并且对伊讲：万国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哇！这得甲咱讲一件代志。上帝虽然拣选一个人对亚伯拉罕开始，毋过伫伊的拯救计划、永远的计划内面，伊早就定着要互万邦万国拢会当归向伫伊。所以若是安尼，伊就
真清楚，伊对伊所呼召的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就伫呼召内面真清楚甲伊讲，伊有一个使命哦。因为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互伊的财产，互伊的囝儿世世，坐甲互人欣赏。总是更加重要，有一个祝福的一个目的甲使命伫迄个中间，就是所讲的万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阿门。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圣经就安尼讲，所以可见迄个用信做本的为本的人，就甲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共得到福气。咱讲亚伯拉罕是咱信心的老爸，对无？伊的信心会单纯，咱真做基督徒的学习的对象。所以圣经就甲咱讲，咱若是用信来做开始、做基础，用信坚固咱的信仰甲生活。那安尼，咱就是甲亚伯拉罕来同领受上帝对人类的一个祝福，也是透过亚伯拉罕，要互万人来得到福气，伫咱的身上来印证。嘛是安尼，不但是安尼哦。圣经就甲咱讲，说恁既然属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允来承受产业咯。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互咱真清楚来了解，咱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咱就会当有承受亚伯拉罕一切的产业。阿门。这是属天的，这是上帝为着人类所备办的。互既然信伊的人，拢会当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做伊的后嗣，来承接伊属天一切的丰盛。阿门。所以兄弟姊妹，咱就爱有这款的深信，因为这就是根据咱的圣经甲咱讲的。牧师就真好奇哦，伫这个继承咱继承亚伯拉罕的祝福对无？伫咱的民间呢，伫咱的社会国家呢，根据咱的民法有1138条甲1144条有讲哦，讲继承人分两种，一个是配偶，另外一个是血亲呢，配偶就是翁仔某嘛，伫迄个民法有规定哦，讲若是翁仔某的，恁的财产是共有的，对无？即使若有一个先离开世间去呢，那安尼，既然财产是共有的，就是恁现在财产的一半，就是即个还佫活地的即个人哦，即个翁还是即个某，对无？另外一半呢，就叫做遗产。遗产是安怎分配？就照血亲的关系来分配啦。表示讲即个配偶伊有缘除了翁仔某有一半的即个财产的管理以外，佮另外一半，伊有哪会当来承接这遗产的其中的一部分咯？这部分是安怎来讲呢？意思就是讲，即个配偶伊的另外一个谈判，伊叫做当然的承接人呐，当然的承接人，伊一定有，若是有遗产，伊一定有即个官兵即个管理来得到的然后血亲的即个承接的都有顺位哦。即个顺位伫血脉来讲，就用即个血缘的即个亲属血缘的关系来分啦。第一个就是讲直接的直系的直系的卑亲属直系的又就是讲你的囝、你的查某囝伊也包括你的客囝、客查某囝，迄嘛有哦，伊嘛有即个管理就照安尼来分哦，第二个展出第二个顺位的就是爸母啦，爸母第二个顺位，那佫有啦是讲顶面都无较有到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较是兄弟姊妹牧师在看即个时阵，就倒转来咱的信仰来思考，我感觉讲对呢。其实咱若对一般的即个民法来了解，佫倒来看圣经，在讲咱有属亚伯拉罕，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咱会当承接亚伯拉罕一切的丰富。那安尼，咱就会当更加来了解
要安怎咱会当确信来得到这个上帝对人类的祝福这个方式？要安怎来了解？咱有身份，透过身份嘛，对无？透过关系，咱会当来肯定。第一，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咱若信就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咱若信耶稣基督，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搁有，咱嘛是天父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对无？这嘛是咱家己自称的啊。咱在祈祷的时阵，咱就是安尼呼求伊啊，阿爸父上帝，对无？那安尼，咱搁有即个关系伫的哦。搁有伫启示录内面有言讲，教会是基督的新妇。哇！教会是基督的新妇，基督搁来的时阵，新娘就爱准备好，就是教会呢。伊讲教会就是基督再临的时阵要迎子的新娘，所以教会就爱备办好势，就爱清起家己来准备受领子。哇！若是安尼，有这三等份的身份，咱会当去体会。迄个关系上界大伫倒？是新娘啦，对无？迄叫做当然的承接人呢。所以牧师就是透过安尼来体会讲，哇，为什么咱爱鼓励兄弟姊妹伫教会生活毋好去互动作去，咱就爱坚持咱即份教会的生活。有人会感觉讲我心内有信德，有去教会无去教会袂要紧啦，我就看直播就会使啊，安尼像上帝就欢喜啊，我就敬拜上帝啊，无咯。咱重要的就是肢体中间，你真做一个肢体，你若是拢是伫外口，甲身躯无一个连接的，安尼迄支肢体对咱来讲有啥物利益无？对无？即使你的一支骹，若甲你的身躯离开，安尼迄支骹对你来讲，敢有啥物利益？无啊，伊就无法度甲咱的身躯成做一体完整啊！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深深体会，伫即个世代有真济的方式，会当互人来搁较济来吸收真济，包括信仰这个真理，总是毋好袂记住。信仰是一种的关系，就是透过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兄弟姊妹、甲教会建立的关系，通好落实咱的信仰。因为信仰毋是叫你去深山来修炼，毋是。信仰是爱咱做光做盐，伫咱所徛起的所在，这才是信仰发展见证的一个所在。所以咱感谢主，咱兄弟姊妹每一礼拜拢倒转来到教会礼拜，咱就是咧见证，咱就是基督的身躯，咱是一体，咱是合一的，咱是。基督要来的时阵，要领子的新娘，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深信，哇！咱有这顶好的身份，咱就知影，咱会当承接上帝对亚伯拉罕所有一切的祝福，且也透过这个祝福，会当互咱明白，亚伯拉罕领受祝福，也领受一个使命，就是万国万民，那么因为咱来得到福气，阿门。所以，咱教会为什么努力要传福音？努力要互真侪人对咱的社区朋友的人群有影响力，就是因为咱真清楚，这是一个使命，是万国你的朋友，拢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这是上帝所应允的。所以，请咱会记住，我是上帝国度的囝，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是基督的新娘。这嘛是上帝所备办咱的，互咱会当真深深知影，咱何等的一个欢喜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圣经遮甲咱讲，因为人心内相信，就会当称作义；喙若声音，就会当得到救。所以可见信道是对听道来，听道是对基督的话语来。所以咱讲，咱要安怎信这份信仰，就是咱爱对。上帝话语会当更较侪去了解、去读伊，会当帮助咱哦。所以感谢上帝，咱2002年就是过来这礼拜拜三开始，
元旦开始，咱开始来启动这个2年读一摆圣经的运动。哇，安尼有赞无？咱大家做伙来读哦，毋是孤孤单单家己一个读，大家做伙来读哦。牧师已经拢安排好啊，伫咱的周报内面嘛，已经互咱有即个资料哦。咱牧师甲咱安排足好的哦，互咱会当去经验。第一，咱一日读一章的圣经节，一章的圣经节若较短读2章。我要甲咱讲，读迄个圣经节，一日读圣经节1章2章，袂超过10分钟。牧师嘛准备好啊，每一日对这段咱读的这个圣经节内面，找一句真重要的，要真做咱导读的经文的，真做咱抄写的经文的。咱若有过去真侪人拢有抄写圣经，对无？咱继续抄写哦。然后咱就会当来导读。伫咱的周报内面，咱有迄个资料摕起来看好无？咱即摆会当摕起来看，不要紧哦。因为牧师就是要解说这个，互咱来了解哦。这就是咱导读的计划书，伫咱手中拢有这就是这个牧师设计哦。互咱做伙来咱看第一页后面了。过去就是首年就是第1年的1月1月咱先对开始读马可福音对无？因为咱1月18咱有请新约的教授当准南牧师要来讲马可福音嘛所以咱就来对马可福音开始来读这个除了这以外呢，咱看伫即个资料内面嘛有牧师嘛，把即个资料写互咱知影，读圣经的即个步调是啥物哦？对基督开始来，然后把圣经读出来哦，咱一日的圣经1章还是2章，甲读了。过来呢，就有要节的导读哦。要节的导读伫倒落，就会放伫咱的周报内面，咱要抄写圣经的迄个资料。内面咱会当看到，周报内面有哦，一礼拜的圣经节要抄有无？伫周报内面有对无？咱明年拢会继续放就是咱读的这段，比如讲，咱对你看牧师来这个就是咱手中的首年的1月对无？1月初1马可福音你若读了你就甲伊你就会当打个勾来牧师这就是抄写经文的资料对无？我的小组叫做牧家小组我是周信荣我若马可福音要读对会用这个2年份的看就知读了呢，我就甲伊打个勾然后嘛会当这个要抄写经文遮嘛会当甲打个勾有无然后1月初1我就甲这个这个周报内面的经文来甲伊抄起来，有无？日期满了，上帝国近了，恁着悔改信福音。哇！然后是马可福音1章15节，哇！安尼我即天的即天的就完成啊！这是拜3的课程啊！拜3的1月初1的拜4的呢我就来读马可读了，我就甲伊。就这个资料顶面有一个圆圈马可福音，我打个勾然后伫所抄的经文这个内面，我嘛甲打个勾有无？然后就即天的经文我就甲抄起来。马可福音2章17节，安尼好无？安尼就是本来咱拢有抄经文对无？即摆咱将这个读经大家参与2年咱会当甲圣经读一解，哇！这有好无？你有安尼对头到尾甲圣经读一解过，举手一个有无？好，来，安尼无真侪人对无咱拢做伙来无论你读一解，我甲你讲，读几解，你若会当亲像阮妈妈读54解以上的，你就当毋免读啦，不要紧就当去天边啊，54解我妈妈是一世人读圣经54解伊是照安尼读白话语的圣经各拢是念出来咱大家做伙来努力咱工作做无用，家庭做无用，咱2年读一解，安尼好无？
2年读一届，牧师用有试过后，一日差不多15分钟，你就当完成这个工作啊。安尼有好无？每一日拢有上帝话语，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咱就照安尼，有这个导读，这个读经的计划书，你会当夹伫你的圣经。你若是用你的这个手机的，你就夹伫你的皮包内面，还是讲你每一日固定这个册桌啊顶面，你若感觉我一张无够，你要摕2张不要紧，教会免费送你，咱拢印好啊嘛，然后你就有读，你就交起来，有读交起来，你若有抄写圣经的，你就甲交起来，甲圣经节，每一节拢是迄天读的经文的内容的其中一节。牧师嘛袂互你操作济拢短安尼。毋过咱做伙来，我相信上帝帮助咱2年，咱就会当，意思讲到2026年的3月12月31日的时阵，咱就会当讲，我圣经搁加读一届啊！哇，感谢主咱做伙来努力，安尼好无？遐细声吗？好无？感谢主哇！伫一个新的年开始咱甲遮个包括咱已经2年、3年有遮个抄写圣经的牧师嘛抄写了完的今年份的我是彩色的我印出来是彩色版的，够赞的这会当做咱信约真珍贵的一个收藏，嘛甲上帝话语放伫咱的心内，活出伫咱的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若是安尼，咱会当讲，我全时间拢在荣耀上帝，阿门。因为我掠伊的话语最第一要紧的所以愿上帝帮咱。所以咱会对马可福音开始，是因为咱1月18有一个圣经营，就是马可福音咱还未报名，兄弟姊妹，请咱来报名会当做伙来读了咱来看这对圣经学家因是安那来帮助咱，透过拜六一天的时间4堂咱做伙来参加来学习所以你甲隔壁讲，我要2年读一摆圣经来。阿门2年读一摆圣经，咱做伙来按这个进度行有新约有旧约，有新约有旧约，安尼咱会当读了真有活气感谢主，荣耀归伫咱的上帝，阿门。好，咱做伙来读这个经文来。恁若属基督，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嗣。加拉太书3章29节，搁一摆来。恁若属基督，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嗣。加拉太书3章28节、29节，搁一摆来。恁若属基督，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嗣。加拉太书3章29节，阿门。咱来宣读好无？我宣告好无来，咱做开声你照恁家己的感动来来，我宣告，我属基督；我宣告，我属伫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宣告，我照应允来做后裔，来领受丰富的产业。阿门，阿门。咱读圣经有咱每一天的这个要节就是安尼照这个导读的方式，咱来读读3摆总重要的我属基督，我属基督，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我照应允做后嗣，我做后嗣，我是后嗣，后嗣才会当承接财产啦这就是互咱所了解感谢主。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一条诗歌。咱用一个感恩奉献的心，咱做伙来吟。献上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
我的生命献予你，过去世界阮对你，愿你的荣耀，请我一生传开，我的生命愿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一路来阮对你。生命献予伊，献上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予我永恒服侍你，你的竞选不免。生命献予你，过去世界阮对你，愿你的荣耀，请我一生传开，我的生命愿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一路来阮对你。世界阮对你，愿你的荣耀，请我一生传开，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一路来阮对你，耶稣我爱你，一路。主，阮感谢你，将你的真理显明予阮知，予阮因为搁较亲近捌你，就搁较倚靠你，搁较相信你。因为阮知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听无限的主，你的怜悯看阮做你的行义，当阮回转的时阵，你就救赎阮。描写阮，所以阮会当将阮的一生交托伫你，互阮顺服伫你，为着阮陪伴每一个境遇，每一个脚步。多谢你，因为一切丰盛拢对你来。阮恳求你帮助，互阮成做信的人，来互你欢喜。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咱做伙用感恩的心、加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星星感化，给天开朗，报答主恩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
请起立。阮到主是阮做钱，欠米领受我命传完，信心感化，给天开朗，我到主是心所望，甘心乐意。现在请坐，接落来是事工的分享，咱请牧师来主持。现在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遮领受着上帝的话，会当互咱的心内面得到把助。咱每一工拢爱读上帝的话，因为只有上帝的话会当带咱到伫荣耀内面。阿门。所以咱透早起来，咱就透过读圣经，主爱上帝主爱的声来引带咱，互咱伫每一工的日子拢大有快乐。咱即时咱来看下咱的消息。咱伫新的年度，咱的导读有升级所以咱伫即个资料内面看一下咱即个导读的即个经文的记录卡拄则咱牧师已经有介绍牧师介绍，咱会当摕转去，互咱的厝里的人你若是一家之主，你会当鼓励你厝里的人做伙来读，咱做伙读圣经，全家拢得到福气，咱的后裔嘛要得到福气。伫世间，啥物话会当留到永远？所有的物件拢会废无，只有上帝的话袂废无。所以咱过去咱是读咱是用一句的导读咱今年明年开始就无使用真济的心思来做这个准备所以呢这是咱永光教会专用的你会当摕互你的厝里的人，甲你厝里的人讲，咱永暗10点做伙来读，安尼大家都有受鼓励对无？大家做伙读所以你若读了后，你就当做一个记录起来然后伫年底，咱就会甲咱印成做一本这是咱今年你写到如何你的导读抄写经文，今年你写到倒位写了未？哇，交出来未？准备交互咱的干事因开始要整理这是我写的所以呢真欢喜。当我甲这个圣经在每一工安尼读，安尼写，哇，愈写感觉愈满足，愈写感觉愈丰富。这比我以前读安尼读10几年的册更较有意义。因为这拢是我的智慧，拢是我的财产。这个财产毋若伫地上，阁到伫天堂天国；毋若伫我本身，阁伫我过年的人。搁伫咱永光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同得福气，有30倍、60倍、100倍福气。所以兄弟姊妹，咱到31，咱会收卷到31号，收这到31号。咱每年嘛会继续写安尼一年了后，咱就甲咱印做一本印做一本呢，就参像安尼，印成做一本，这拢是咱家己写的所以诚做咱的传家之宝
吼，所以这非常非常有价值。所以咱会当留啥物，互咱的后裔，甲这本你亲自所写的圣经留底，吼。所以这是咱一年了后会印出来。啊，所以咱即马已经有2年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咱有2本，吼。啊，这是准年的，啊，这是旧年的，啊，两边都有今年的，过来有明年的。所以你看，上帝有听咱演讲教会无？有吼，互咱一步一步拢行伫上帝的活命的话内面。所以咱逐个人拢会当食甲安尼白白胖胖安尼有上帝的健康伫咱的内面。阿们，感谢主。好，谢谢。好，过来咱来看。好，那个娱乐我们要拿春联。好，咱的教会，咱要来上这个小春联哈。好，咱这个春联哈。好，等一个礼拜煞的时，哇，咱今年的春联的这个纸足好的。礼拜煞的时阵吼，咱去到伫外口，咱1号，1号是一组，吼，好，安尼。啊，所以咱会当到伫外口，咱的同工会送互咱哦，吼。啊，这要搭对，搭门窗头吗？无啦，这爱搭伫咱的门口，吼，啊，互人看会到。所以咱有时阵出去看，哦，永光教会，这就是咱的会友吼。啊，所以若是有 best， 敢会当送互 best， 然后 best 啦，好，看有够会当送互咱的 best， 啊，你爱家讲，你爱搭咧吼，哇，福气就入来哦，吼，所以分一张互伊吼，啊，你著家己留一张，所以一个人会当有2张1份，一组就对啦，吼。好，结束的时阵来念，来，咱做伙来念一个来，这是啥物？福气的话，有需要平安无？有需要喜乐无？哇，这是上有价值的。来，过来换这张是啥物话？丰满的恩典，这是咱大家拢需要的。这就是上帝要互咱的，你得甲大门甲宣告哦，哈。好，多谢，谢谢。好，过来，咱来看。这个囡仔在祈祷哈，然后就是咧甲咱讲咱伫要过这个年，咱真重要。毋是去迄个101啊看放烟火哈，是来到伫教会，咱做伙来祈祷，为着明年的事，为着咱的家庭，为着世界，为着国家，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互咱的心拢会当归向伫厝。所以后礼拜2的10点半就要过年啊吼，所以咱10点半来到伫咱4楼。咱做伙，咱的小组甲小组，咱做伙带咧，然后来祈祷。祈祷了后，有食一个点心，所以咱就爱来统计人数吼。所以咱的小组的组长，若还未报名的，紧来报名报人数。有的人可能是讲，哇，迄个时阵我拢咧困啊，毋知困到对去。不要紧，迄一天你甲上帝讲，上帝啊，我较慢困的，我10点半先来祈祷，祈祷了再来困哈。所以你若有祈祷，咱若做伙祈祷，就带来福气哦。好。伫1月14，每年1月14中会吼，咱台北中会有98间的教会然后这牧师长老要召开会议，第一次的会议要伫咱永光教会，大概有200几位的牧师甲长老吼，因要来到伫咱的教会，所以是毋是会真济爱招待、爱服务因是所以咱的中级同工，今仔日礼拜煞了后，咱要来做说明。包括咱的同工有诶，可能爱徛伫4号公园啦，徛伫倒位诶12路口引带遮个牧师毋捌来永光教会来引带因，怎样行来到咱永光教会？所以咱的中级咱爱做伙来服侍遮个同工。好，佮另外就是咱的核心同工，咱的同工，咱有办一个灵修会，铁三角中级咱有办一个灵修会，要去到伫日月潭报名。报名今仔日截止，咱即马已经将近有90名报名吼，所以未报名的，今仔日爱报名，若今仔日无报，可能就无位吼，所以咱今仔日紧来完成。你爱甲你的小组长报名了，然后爱交钱才有准算。
咱一个人的成本爱4000块，总是咱互咱的同工交2000块。在读册在学的无法度趁钱的，交1000块所以咱体谅这学生。你若已经咧趁钱的成人，咱就交2000块。教会补助偌济？补助2000块到3000块。这个灵修会最主要就是要互咱这铁三角的同工中级会当出去，伫遐有一个联谊，有一个分享，大家带出去户外，休困嘛会使，伫遐佫有一个真好的交谊这就是咱真重要的目的。铁三角小组甲小组，牧区甲牧区有一寡的分享，所以咱去的时阵，大先要到玻璃教会，然后要去到九族文化村，要去日月潭，要去食庄卡菜，互咱的同工有会当有淡薄的传习休困，会当有交谊安尼好。所以未报名，今仔日一定爱报名。好，再来。今仔日是就任式所以咱才同工来准备，有中级，佫有咱的铁三角的同工，另外佫有咱的培育学校的毕业班，培育学校毕业典礼今仔日要来举行好，再来。咱的抄写导读经文这牧师拄则有讲过，所以咱紧来甲伊完成，来交互咱的绘画干事，咱要甲伊收集起来。你若是交的时候，你爱甲伊参照牧师安尼甲伊夹无好势，无到时阵一张落去，毋知要叫干事去对找，所以你着爱家己算好好势，53张。然后甲伊夹无好势，交互咱的干事，佫有一定是爱即个 size 你无用迄恁家己恁兜的 size， 迄咱就无法度甲你装订所以用咱即个 size。好，过来，好等一下，因要毕业典礼伫后壁，伫咱的柜台的所在，有真济遮的毕业生，因伫即一年来，因所写的灵修的笔记。灵修的笔记，因拢非常的认真写，然后看到异象，所以因就甲伊写起来。所以咱会当来到后壁，来甲因影者，来甲因看者，甲因鼓励。好，过来，好，中秋会后礼拜要召开，佫有关怀部会议，好，咱拢注意时间。另外，今仔日财务部今仔日要关校，所以也未奉献，也佫要奉献的，请咱今仔日把握这个时间。另外小组，咱的牧区，所有今仔日拢爱核销完毕，明仔载就无法度核销有剩的钱，咱拢交转来到伫咱的财务部，所以咱年度咱拢归零好，另外就是咱的各单位，咱的事工的报告，甲咱的财务的决算表，紧交互咱的绘画干事，咱要来印合会的手册。好，过来咱会当来申请咱的教育厅的奉献柜。所以，你若伫永光教会有参与月定奉献的11奉献的咱拢会当来申请然后因为咱有真侪新的兄弟姊妹转会籍，是领洗礼，即马咱有真侪新的会友，所以有真侪新的名要增加，所以咱的即个奉献柜会小可做微调，咱家己来注意。佮另外，伫1月的12甲19，有用2个礼拜日。要互咱的小组来为着咱永光教会来做大扫除，所以假使咱的铁柜内面有咱的小组，咱家己的物件，咱拢爱清扫。咱的干事一清扫了后，咱因拢总会甲伊清好清楚，会清空。所以你若留伫遐，拢会甲伊单掉。所以你家己一定爱利用这个时间甲伊清掉。咱做伙来，互咱的环境保持清气好。好，上帝牧区明仔载暂停一摆的聚会。好，过来就是咱的后礼拜，明年度开始，咱的家长园地每一个月拢有每一个月的主题要来引出因，互因对囝儿的信仰的教育会当有进一步有对上帝来快乐甲智慧。好后礼拜咱的亲子礼拜要为着咱的家长来进行这个福音桥，好。福音桥好这本册就是伫介绍咱的囡仔安怎来相信耶稣透过这个图，要互咱的囡仔确认因的信仰。所以咱的教会对囡仔的信仰基础非常的重要。
因为伊若无基础，伊到伫国中，伊可能受到同学的引诱，就走向世界，甚至去做其他遐无好的代志。所以，咱要爱咱的亲子礼拜的家长，家己来对伊的囡仔传福音。老爸老母对囡仔的信仰爱家己负责任。所以后礼拜老师甲家长拢要做伙来训练，然后互因来对囡仔来传说这本的福音桥的内容。好，过来。青少年牧区的考生祷告会，另外青少年的同工会，咱注意这个时间。好，过来就是咱常常会当起来看咱的网站然后会当伫咱的网站内面会当来留言较接来看，咱的网站会当不断来公传出去。好，咱报告到这。咱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无？好，咱伫新的一年，咱甲咱的厝里的人，甲咱的新的朋友，咱热情邀请因来参加主日的礼拜以及咱的小组好，这是咱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要三角来彼此的祝福，彼此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换我心，我信心来祝福你，大风大雨的大福气，上上帝福气祝福你。更换好另外一个人，祝福你，你的平安着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过去，祝福大福气，喜乐要大充满你，烦恼拢过去，祝福大福气。哈利路亚！咱有缘兄弟请牧师来祝祷。但愿上帝以百般的恩典赏赐予恁，予恁伫家庭、工作、生活中间，都经验圣神的光照甲引带，予恁平安、喜乐，佮满有能力，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上帝祝福咱平安。牧师来补充，就是伫咱的教育厅，正平有这个吗？春联